走进的正月24，年过了后，蛇行活动中心门口戏棚大好，阮这庄仔内的囡仔就知是干豆妈要来啊。相传伫日本时代初期，局势动乱，各地抗日事件不断，日本兵仔邀疑抗日分子秘伫干豆宫内，去甲庙内的神像拢烧掉。蛇行在地耆老听到风声，惊妈祖神像去互损害去，趁机侵夜静，透暝竟用竹摆仔甲二马请上观音山的石壁骹藏，日后为着要回报蛇行居民救驾之恩，逐年正月24，干豆大马甲二马就会到龙行，旧名叫蛇行，西境庇佑当地平安，就像转去后头厝的概念同款。24迄天若到，透早6点就会听到乐队声，准备8点要为龙行到干豆宫迎妈祖了。等妈祖转来，会为我8里的干豆桥骹开始洗。光桥的甲对伫边仔行的工作人员会提香，甲家户户徛伫街仔路的当地人交换摕伫手里拜拜的香。大家阁会摕转去插伫厝里的香炉，讲是会当保平安。阁为着要慰劳辛苦的因，当年住伫遮较敖煮食的，就会传家己的手路菜。油饭、米粉炒、麻油鸡，甲一寡较方便食的麭、肉包等等，摆伫路边互因食，是传甲有够澎湃，袂输咧比赛谁的生理较好。即几年庙会的活动开始有一寡有心人士想要挑工来作乱的，用乌色做背景，亲门大户。去引目光，更较含的是，阁有相拍、连唱嘛摕出来，发生闹火事件。本来是保庇大家平安的，却成做即款现象，实在互人无限的感叹。20年后，迄个会对歌戏音乐、考试啊用木制拍珠仔的阿伯，嘛已经无看啊。怀念伊用拍赢会当得到一只鸟仔做奖赏，无赢伊就担一粒乌人起锅白煮的汤仔，讲转去食奶奶。阮遮的囡仔是笑甲变过，时代变迁，大楼愈起愈济，逐年西境共款进行。排单的所在，乌托摆也拢停甲甜满，嫌差的人检举。排单的放开单，无趁钱就无爱来，野路日就一档比一档较无人，面路去啊！